有民间团体是来针对着台湾的经济甲政治来做调查，结果发现讲有超过50%的人对即马赖政府的施政甲关税政策是拢无啥满意。有学者是建议讲，在政府呢应该爱加强跨党派的合作来推动政策。 经过大罢免和美国的关税政策，台湾的政治和经济拢受到影响。有民间团体就针对台湾的经济和政治来做民意调查。调查指出，有50%的民众不满意大政府的施政，嘛有60%左右的民众对美国关税谈判不满意。有学者就建议政府应该重新思考无共产业的资源分配，帮助企业维持竞争力。台湾有这么多资源吗？所以我们要想的事情是不是所有我们经济的逻辑很简单，所有外来冲击来的时候，你就要想一想怎么重新调配你的资源配置。那我们要去帮助的是这些有长期竞争力的优势企业，还是这个可能已经没有长期竞争力，只要几%的关税来，可能就撑不住的企业？ 这几年来，国内嘛逼出真侪诈骗的受害者。民团根据民调指出，针对政府打击诈骗的做法，有超过70%的民众不满意。学者认为，政府爱调整防治诈骗的方式，提升民众的安全感。选民的支持，以及推出政策来获取他们的这个认同，所以使得他目前的这个政策的说服力是相当的不足。那我们从这个报告里面可以看出来，就是诈骗它其实是不分党派的民众都非常的不满。学者嘛呼吁，这届民调显示民众对台湾目前的政治、经济和相关政策拢无介满意。学者建议政府透过跨党派、跨部会合作，做会推动政策，提升民众对政府的信心。记者桂宗林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